呢場戰爭最終捲入數十個國家，超過1億人被動員上戰場，死亡人數大約7000萬，部分估計仲要更高。今期我哋會沿住時間軸，同時推進中國、歐洲、蘇德、北非與地中海、太平洋5條戰線，建立一幅完整而密集嘅二戰全局地圖。呢篇涵蓋由1919年戰後秩序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嘅完整歷程，關鍵戰役同重大決策都會喺呢條時間軸上依次展開。要睇清楚呢5條戰線點樣匯入同一場戰爭，時間必須先退返去1919年。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啱啱結束，各國代表齊集巴黎，處理戰爭遺留落嚟嘅問題。凡爾賽和約重新劃定德國邊界，將阿爾薩斯洛林割讓返俾法國，剝奪德國全部海外殖民地，規定巨額賠款，並將德國陸軍限制喺10萬人以內，禁止德國擁有空軍。呢份和約喺德國引起強烈不滿。就喺和約簽署嘅同一年，德雷克斯勒喺慕尼黑創立德國工人黨。希特拉加入之後，逐步取得領導地位。到1920年，呢個政黨改稱納粹黨。1921年到1922年，華盛頓會議確立海軍軍備限制體系，規定英國、美國同日本嘅主力艦噸位比例係5:5:3。日本海軍嘅擴張計劃受到約束，國內對戰後秩序嘅不滿亦隨之加深，軍國主義同擴張勢力嘅影響力持續上升。同樣喺1922年，歐洲另一端，墨索里尼組織黑衫軍向羅馬施壓，意大利國王迫於壓力，任命墨索里尼做首相，法西斯黨由此掌權。隨後法西斯黨逐步取締反對黨，控制新聞同公共生活，建立獨裁統治。1923年，希特拉喺慕尼黑發動政變失敗，被捕入獄，納粹黨一度被禁。出獄之後，希特拉轉向合法政治同組織擴張，重建黨務並建立黨衛軍。1929年，經濟危機由美國擴散到全球，德國工業產出急劇下降，失業人數喺幾年之內攀升到數百萬。各國嘅社會同政治制度都承受巨大衝擊。1932年，納粹黨成為德國國會第一大黨。到1933年初，希特拉獲任命為總理。上台之後，希特拉迅速推動授權法通過，取締其他政黨，控制文化同公共生活，並對猶太人以及其他被認定為敵對嘅群體展開系統性迫害。就喺德國政治劇變嘅同一時期，亞洲嘅戰爭已經先一步開始。1931年9月18號，日本關東軍製造柳條湖事件，隨即發動918事變。喺幾個月之內，日本逐步佔領中國東北全境，並喺第2年扶植建立滿洲國。中國嘅長期抗戰由呢一刻進入連續敘事。1935年，意大利出兵入侵埃塞俄比亞。國際聯盟雖然通過制裁決議，但主要國家執行力度有限，未能阻止義軍推進。埃塞俄比亞喺第2年被併入意屬東非。集體安全機制喺呢場侵略面前實際失效。同一年，希特拉公開宣布恢復止兵，將陸軍擴編到36個師，並正式承認已經秘密建立嘅空軍。呢啲行動直接突破凡爾賽和約嘅軍事條款。面對呢啲擴張行動，英國同法國傾向退讓妥協，希望透過有限讓步換取穩定。美國就依據中立法案保持相對孤立，對部分衝突實施有限制裁，但並冇採取集體干預立場。1936年，西班牙爆發內戰，德國同意大利支持佛朗哥領導嘅國民軍，提供飛機、坦克同地面部隊。蘇聯同墨西哥就支持西班牙共和國政府，輸送武器同顧問。歐洲陣營之間嘅對立進一步加深。德國空軍嘅轟炸戰術亦喺呢片土地上經過實戰檢驗。去到1936年，3個擴張中心已經出現。日本喺東亞持續推進，意大利喺非洲同地中海擴張，德國就喺中歐重整軍備。但呢3條線仲未合流。下一步，日本先喺中國將局部侵略擴大成全面戰爭，德國就接連改寫中歐版圖。1937年7月7號，
北平西南嘅盧溝橋發生衝突。日本隨即以此為由，大規模向華北增兵，將1931年以來嘅局部侵略推入全面戰爭階段。國共兩黨此前已經開始接觸。事變之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進入全國性動員抵抗。呢條戰線比歐洲全面戰爭足足早2年開始。8月，戰火迅速蔓延到上海。淞滬會戰係一場持續近3個月嘅大規模正面會戰。中國軍隊喺城市地帶同日軍反覆爭奪，投入兵力非常龐大，傷亡十分慘重。日本原本預期可以喺短期內迫使中國屈服，但淞滬嘅持續抵抗打破咗呢個預期。中國軍隊以重大代價堅守陣地，令日軍無法按照原定節奏推進。但最終，中國軍隊仍然被迫撤退，戰線向內陸收縮。1937年12月，南京陷落。日軍進入南京之後，對城內平民同已經放下武器嘅戰俘實施大規模屠殺，並伴有強姦、搶劫同縱火等大範圍暴行，持續數星期。南京陷落並冇令戰爭結束，中國國民政府遷往重慶，繼續組織抵抗。戰爭由此轉入長期消耗階段，日本速勝嘅可能性徹底關閉。中國戰場陷入膠着之際，歐洲局勢亦加速演變。1938年3月，德國軍隊進入奧地利，將奧地利併入德國版圖，國際社會未有作出實質阻止。同年秋天，德國要求取得捷克斯洛伐克嘅蘇台德地區。英國、法國、德國同意大利喺慕尼黑舉行會談，但捷克斯洛伐克本身未能參與呢場決定自身命運嘅核心談判，只能等到會後先被告知結果。蘇台德地區就此割讓俾德國。呢項安排冇換嚟穩定，反而向外界傳遞出一個信號，透過持續施壓可以取得領土。歐洲集體安全秩序嘅實際約束力已經大幅削弱。1939年3月，德國徹底打破慕尼黑協定，德軍進入捷克地區，將波希米亞同摩拉維亞置於直接軍事控制之下，同時扶植斯洛伐克成為名義上獨立但受德國支配嘅國家。呢個做法同之前只要求蘇台德嘅承諾完全矛盾。英法嘅退讓政策亦令歐洲各國政府產生更大疑慮。隨後，德國將目標轉向波蘭，圍繞彈劾同波蘭走廊問題提出領土要求。今次英國同法國明確向波蘭提供安全承諾，表示一旦波蘭遭到進攻，就會提供支持。歐洲危機已經由外交角力轉到直接軍事對抗嘅邊緣。就喺呢個節點，德國同蘇聯喺1939年8月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條約公開部分宣告兩國互不攻擊，但同時附有一份秘密議定書，對東歐各地區嘅勢力劃分作出安排。波蘭將被分區佔領，芬蘭同波羅的海部分地區被納入蘇聯一則嘅安排。具體邊界再由德蘇雙方喺之後協商調整。呢份秘密安排當時並冇公開，但直接為德蘇兩國其後分別採取軍事行動預先作好秘密安排。德國解除了東進嘅後顧之憂，蘇聯亦為進入波蘭東部預留咗空間。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署之後，德國進攻波蘭嘅最後外交障礙已經移除。1939年9月1號，歐洲已經站喺全面戰爭嘅入口。1939年9月1號，德國出動50多個師、大批坦克同飛機，越過波蘭邊境，從北、西、南3個方向同時推進。2日後，英國同法國對德宣戰，歐洲全面戰爭正式爆發。波蘭軍隊奮力抵抗，但喺裝甲突破同空中打擊嘅持續壓力下，有組織抵抗喺幾個星期內被擊潰。9月17號，蘇聯軍隊從東部越境進入波蘭，按照此前秘密議定書劃定嘅範圍，佔領東部地區。波蘭政府流亡海外，繼續以流亡政府名義參與對德作戰。兩個佔領區嘅情況並唔相同。喺德國佔領區，納粹當局迅速對波蘭猶太人同其他群體展開系統性種族迫害，實施大規模逮捕同殺戮，並着手建立佔領統治體系。喺蘇聯佔領區，當局就將波蘭軍官、官員、
地主同知識分子列為清洗對象，實施大規模逮捕，強制驅逐到西伯利亞同中亞，並處決部分群體。西線英法軍隊宣戰之後，並冇立即發動大規模地面進攻，雙方進入維持幾個月嘅靜坐對峙狀態。就喺呢段對峙期間，1939年9月到10月，日軍喺中國發動第一次長沙會戰，試圖突破第9戰區防線，向南推進。中國守軍依託湘北地形堅決阻擊，日軍未能達到預期目標，被迫撤返原陣地。中國正面戰場繼續牽制大批日軍兵力，抗戰進入持久消耗階段。1939年11月，蘇聯向芬蘭發動進攻。蘇聯要求芬蘭割讓卡累利亞地峽等戰略地帶，芬蘭拒絕之後，蘇軍越過邊境。蘇軍喺兵力上有明顯優勢，但初期因為唔熟悉地形，加上指揮協調失靈，喺芬蘭嘅森林同嚴寒之中遭受重大損失。芬蘭軍隊頑強抵抗，令呢場戰爭遠比預期艱難，亦令外界對蘇軍嘅實際戰鬥力產生疑慮。經過幾個月激戰，蘇聯最終以更大兵力壓制芬蘭防線，迫使芬蘭割讓卡累利亞等部分領土。芬蘭保持獨立。冬季戰爭喺1940年3月結束。1940年4月，德國進攻丹麥同挪威，丹麥幾乎未經抵抗就被佔領。挪威經過幾個星期戰鬥之後，亦告失守。德國控制北歐，既保障來自瑞典嘅鐵礦石運輸通道，亦取得北大西洋航線上重要嘅海空戰略位置，令德國潛艇同海軍可以更直接進入大西洋水域。5月10號，德國向西歐發起全面進攻。德軍一方面經比利時同荷蘭推進，吸引盟軍主力向北迎擊；另一方面出動裝甲部隊，穿越盟軍認為難以通行嘅阿登山區，從盟軍部署嘅薄弱接合部強行突破，直插法國北部海岸。呢次切斷行動將前出比利時嘅英法主力同後方完全隔斷，盟軍整體部署隨即瓦解。同一個月，丘吉爾接替張伯倫出任英國首相，明確表示唔談判，繼續作戰。6月，意大利對英國同法國宣戰，正式加入歐洲戰爭。被圍困喺敦克爾克嘅英法等盟軍隨即展開大規模海上撤退。由5月下旬到6月初，大約33萬到34萬人乘坐各類船隻撤返英國，保存繼續作戰嘅人員基礎。但呢場撤退係喺戰場失敗嘅背景下展開，大批重型裝備、炮兵、車輛同物資被遺棄喺法國海岸。呢項損失短期內難以彌補。6月下旬，法國政府同德國簽署停戰協定，德國直接佔領法國北部同整個大西洋沿岸地區，法國南部就由以貝當為首嘅維希政權管轄。維希政權並非單純保持中立，而係同德國存在主動合作關係，包括喺佔領區政策上作出配合。與此同時，戴高樂喺英國透過廣播呼籲法國人繼續抵抗，組建自由法國力量。但初期響應者有限，可動員嘅海外領地同軍事資源亦需要逐步整合。自由法國喺極為有限嘅基礎上，逐步聚攏流亡軍人同海外領地力量，先至形成具備實際作戰能力嘅組織。德國隨即將目標轉向英國。由7月開始，德國空軍對英國展開持續空襲，先攻擊港口同船隊，之後再將目標轉向英國皇家空軍基地，意圖壓制英國嘅空中防禦，為渡海登陸創造條件。英國皇家空軍依託雷達預警網絡同地面管制引導系統，可以喺德軍抵達之前集中戰鬥機攔截，避免陷入被動應戰嘅消耗。持續幾個月嘅空戰之中，德國始終未能壓制英國嘅空中防禦能力，無法為渡海部隊提供足夠嘅空中掩護。入侵英國嘅海獅計劃喺1940年秋天被無限期推遲。德國轉移加強對英國城市同工業目標嘅夜間轟炸。1940年8月到9月，中國八路軍喺華北發動百團大戰，對日軍鐵路交通線、公路據點同礦山設施展開大規模破襲行動，一度打亂日軍對佔領區嘅補給同控制網絡。日軍隨後調集部隊，對華北敵後根據地展開大規模掃蕩，並加強封鎖圈。
敵後戰場進入更加艱苦嘅階段。1940年9月，德國、意大利同日本喺柏林簽署三國同盟條約，三國以條約形式確認互相支持。匈牙利、羅馬尼亞同保加利亞隨後相繼加入。芬蘭後來同德國共同對蘇作戰，但始終唔係三國同盟條約嘅正式簽署國。1940年10月，意大利從阿爾巴尼亞進攻希臘，卻遭到希臘軍隊頑強抵抗，並被迫後退，戰線陷入僵持。1941年春天，德國出兵介入，德軍裝甲部隊迅速突破防線，喺幾個星期內佔領南斯拉夫同希臘，將東南歐納入軸心國嘅控制範圍，穩定向東進攻前嘅巴爾幹側翼。喺歐洲大陸上，英國本土以外嘅有組織抵抗，到呢個時候已經基本被壓制，但海外同流亡力量仍然持續作戰。德國未能迫使英國退出戰爭，但已經控制歐洲大陸大部，並穩定巴爾幹側翼。1941年6月，主攻方向突然轉向蘇聯。1941年6月22號，德國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聯同羅馬尼亞、匈牙利等盟國投入數百萬兵力，由波羅的海到黑海，三路大軍同時越過蘇聯邊境。北方集團軍群指向列寧格勒，中央集團軍群直取莫斯科方向，南方集團軍群嘅階段目標係控制烏克蘭。芬蘭隨後加入對蘇聯嘅戰爭，喺北線同德軍並肩作戰，但並非三國同盟條約嘅正式成員。呢次係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嘅單次陸上入侵行動之一。蘇軍喺突然襲擊之下遭受重大損失，戰線迅速後退。初期失利有多重原因，大批兵力部署喺邊境嘅淺中心地帶，通訊同指揮協調嚴重混亂，加上多處部隊喺邊境地帶迅速被合圍，未能及時展開有效抵抗。但蘇聯並冇就此崩潰，軍事抵抗持續之際，蘇聯亦展開規模龐大嘅工業東遷行動，拆走工廠設備，裝上火車，再連同技術工人一並轉運到烏拉爾同西伯利亞，喺當地重建廠房，恢復生產。單係1941年下半年，就有超過1500間工廠完成轉移，並喺新址投入運作，由拆遷、運輸到恢復生產，成條行動鏈保住咗蘇聯後續軍工生產嘅基礎，亦係蘇聯能夠持續作戰嘅關鍵原因之一。7月到9月，德軍南方集團軍群喺基輔方向完成大規模包圍。蘇軍西南方面均遭受災難性損失，數十萬人被俘或者傷亡。德國由此控制烏克蘭大片地區。9月下旬，中央集團軍群發動代號颱風嘅莫斯科攻勢，德軍喺維亞濟馬同布良斯克一帶再次形成大規模合圍圈，蘇軍損失慘重。隨後，德軍迅速向前推進，部分前沿陣地距離莫斯科市區已經唔夠100公里。同一時期，中國戰場嘅第二次長沙會戰喺1941年9月展開，日軍再度向長沙發動進攻，中國守軍頑強抵禦，最終將日軍擊退，守住呢座華中重鎮。呢個結果延續咗此前嘅抵抗態勢，亦繼續牽制日本喺華南方向嘅大批兵力。11月7號，蘇聯喺德軍逼近首都嘅情況下，仍然按時舉行10月革命紀念閱兵。部分參閱部隊喺紅場完成檢閱之後，隨即開赴前線。蘇聯借此向國內外傳遞堅守嘅意志。然而，德軍攻勢喺隨後幾個星期逐漸停滯，後勤補給線已經拉得過長，兵員極度疲憊，裝備喺嚴冬之下亦出現大範圍故障。德國開戰前設想嘅迅速擊垮蘇聯計劃，自此實際上已經破產。12月，蘇軍喺莫斯科一線發動反攻，將德軍由首都近郊擊退。呢次係德國喺蘇德戰場上遭遇嘅第一個重大戰略挫折，同時證明蘇聯即使遭受巨大損失，仍然有能力重新集結力量，轉入反擊。12月初，第三次長沙會戰爆發。踏入1942年初，日軍仍然持續施壓，中國守軍再度守住長沙。自1931年918事變以來，中國已經持續抗戰超過10年。長沙一線嘅反覆爭奪，正係呢條正面戰線喺1941年到1942年間
最集中嘅體現。與此同時，太平洋局勢亦加速走向決裂。日本喺中國嘅長期戰爭以及向東南亞持續擴張，嚴重衝擊美國同英國喺呢個地區嘅利益。美國隨即凍結日本喺美國嘅資產，並限制向日本出口鋼鐵、石油等戰略物資。英國同澳大利亞亦採取相應措施。對高度依賴進口資源、維持戰爭機器運作嘅日本嚟講，呢啲限制構成實質性嘅戰略壓力。日本面對嘅抉擇係大幅收縮喺中國同東南亞嘅行動，抑或向外強行打通資源通道。日本決策層最終選擇以先發制人嘅方式打擊美國太平洋艦隊，試圖喺談判窗口徹底關閉之前奪取戰略主動權。1941年12月7號，日本海軍航空兵突襲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嘅戰列艦編隊遭受重創，多艘主力艦沉沒或者嚴重受損。12月8號，美國國會通過宣戰決議，美國正式對日本宣戰。12月9號，中國國民政府正式對德國、意大利同日本宣戰。12月11號，德國同意大利主動對美國宣戰，美國隨即以宣戰回應。自此，宣戰鏈喺4日之內完成，亞洲戰場同歐洲戰場喺制度層面正式合流。1942年1月1號，中國、蘇聯、美國、英國等26個國家喺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承諾共同對軸心國作戰，唔會單獨同任何一方共和。呢份宣言將分散喺唔同戰區嘅抵抗力量綁定喺同一個承諾框架之下，同盟國陣營由此正式制度化。去到1942年初，軸心國仍然喺廣闊戰線上保持攻勢，但所面對嘅已經係一個承諾共同作戰嘅全球同盟。接落嚟，緬甸、太平洋、伏爾加河同北非將會先後出現轉折。1942年3月，中國遠征軍越過雲南邊境進入緬甸，同英軍協同作戰。今次入緬嘅直接目標係保衛滇緬公路呢條經緬甸通往中國西南嘅國際交通線，係當時中國取得境外物資補給嘅主要陸上通道。日軍之前已經由馬來亞向北推進，威脅成條交通線嘅安全。遠征軍喺仁安羌同日軍激戰，解救咗被日軍包圍、斷糧斷水數日嘅英緬軍部隊，一度穩住局部戰線。但整體戰局持續惡化，緬甸大部喺1942年5月淪陷，滇緬公路亦隨之中斷。此後，中國西南嘅對外補給只能依賴駝峰航線，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再穿過雲貴高原同西藏之間嘅高山氣流，將物資由印度阿薩姆邦運到昆明。呢條航線飛行條件惡劣，運力有限，但喺滇緬公路中斷後嘅幾年間，成為維持中國戰場運轉嘅唯一外部補給通道。同一時期，太平洋方向嘅局勢亦處於關鍵節點。日本喺珍珠港之後持續擴張，去到1942年春，已經控制西太平洋大片區域。6月，日本海軍派出航母編隊，企圖攻佔中途島，同時伺機殲滅美國太平洋艦隊剩餘主力。美軍透過情報破譯，掌握日軍嘅進攻計劃，部署航母編隊，切腹迎擊。海戰期間，日本喺短時間內損失4艘重型航母，大批艦載機被擊毀。隨之損失嘅仲有大批曾經歷珍珠港同南太平洋作戰，難以迅速補充嘅有經驗飛行員。呢批人員同裝備嘅損失，令日本海軍喺之後幾個月內難以組織同等規模嘅航母突擊行動。日本喺西太平洋嘅進攻能力亦受到重大削弱。中途島係太平洋戰場上一個獨立嘅航母海戰節點，但太平洋戰略主動權嘅轉移仍然要經過之後更長時間嘅消耗，先至能夠逐步確立。6月海戰結束後唔夠2個月，盟軍喺1942年8月登陸所羅門群島嘅瓜達爾卡納爾，佔領日軍正在修建嘅機場，再將機場改建成盟軍前進基地。日本隨即投入大批陸海空兵力，企圖奪回呢個島。雙方喺島上叢林、周邊海峽同上空展開長達半年嘅持續消耗。陸地上，雙方多次發動進攻同反擊，爭奪機場周邊陣地。海面上，兩軍艦隊喺所羅門群島海域反覆交戰，
雙方都損失咗相當數量嘅艦船。瓜達爾卡納爾同中途島嘅性質並唔一樣，中途島係一場集中嘅航母對決，喺數日內分出結果。瓜達爾卡納爾就係喺半年持續消耗之中，一步一步確立控制權嘅過程。日本嘅海空實力亦喺呢場長期拉鋸之中進一步被逐步消耗。與此同時，歐洲方向，德國喺1942年夏將進攻重心轉向蘇聯南線。德軍嘅戰略目標有兩個：第一，切斷伏爾加河上嘅交通樞紐斯大林格勒；第二，奪取高加索地區嘅石油產區。克里米亞嘅塞馬斯托波爾經過長期圍攻，喺7月陷落。德軍以此作為南線攻勢嘅起點，隨即分兵兩路，一路向高加索山脈方向深入，另一路沿頓河向斯大林格勒進逼。兩路並進，令戰線橫向拉長到數百公里，後勤補給線亦隨之急劇延長。結果，兩個方向都難以集中足夠兵力形成突破。8月，德軍進抵斯大林格勒郊區，隨後攻入市區。蘇軍接到命令，死守呢座城市，依託工廠廢墟、樓宇殘骸同地下管道，展開逐棟樓、逐間房嘅近戰。德軍嘅機械化優勢喺街道同斷壁之間被大幅抵消，攻勢節奏亦隨之放慢，陷入曠日持久嘅城市拉鋸。雙方投入呢座城市嘅兵力累計達到數百萬兩級，傷亡都極為慘重。11月19號，蘇軍由斯大林格勒北翼同南翼同時發起大規模反攻，迅速突破兩側兵力相對薄弱嘅羅馬尼亞部隊陣線，並喺數日內於城西完成合圍。德國第6集團軍同部分盟軍部隊大約20多萬人被困喺城內。希特拉拒絕批准突圍，外部解圍嘅嘗試亦喺12月被蘇軍擊退。被圍部隊彈盡糧絕，到1943年2月初陸續放下武器。德國喺蘇聯南線嘅攻勢自此終結。呢個結果令德軍喪失喺東線繼續主動進攻嘅條件。蘇德戰場嘅戰略態勢出現明顯變化，儘管東線戰略主動權要完全轉移，仍然要到1943年夏庫爾斯克之後，先至最終確立。北非方向，時間要退返去稍早嘅10月。軸心軍由1942年夏開始，持續向埃及方向推進，一度逼近亞歷山大港，距離蘇伊士運河唔夠100公里。10月23號，英聯邦軍隊喺阿拉曼發起反攻，經過大約2個星期激戰，英聯邦軍隊擊敗德意裝甲部隊，軸心軍被迫向西撤退。此後，軸心軍再未能向尼羅河三角洲或者蘇伊士運河方向推進。緊接住，1942年11月，美英聯軍喺法屬北非嘅摩洛哥同阿爾及利亞登陸，由西向東展開推進。軸心軍喺東面受到英聯邦軍隊追擊，喺西面又要面對新登陸嘅盟軍，被迫退入突尼斯。呢種東西兩路夾擊嘅態勢，亦直接為之後北非戰場嘅最終清場埋下伏筆。1943年2月，隨住斯大林格勒被圍部隊投降，以及瓜達爾卡納爾日軍完成撤退，盟軍正式控制呢個島。伏爾加河畔同南太平洋分別交出各自明確嘅階段結果。去到1943年初，軸心國已經先後喺蘇聯南線、埃及同南太平洋失去連續擴張嘅勢頭。下一階段，同盟國將會把呢啲勝利轉化為北非清場、意大利倒戈同跨戰區協同。1943年春，北非戰局進入最後階段。阿拉曼之後，英聯邦軍隊一路由利比亞向西推進，穿過色蘭尼加同的黎波里塔尼亞，喺突尼斯邊境附近同軸心軍殘部對峙。與此同時，1942年11月喺阿爾及利亞同摩洛哥登陸嘅美英法聯軍，亦由西面向東施壓，兩路兵力逐步將德意軍隊壓縮到突尼斯角一帶嘅狹窄地帶。德意軍隊失去制海權同制空權保障，海上撤退通道基本斷絕。5月初，軸心軍防線陸續崩潰，數十萬士兵放下武器投降。北非戰場持續2年多嘅戰事自此終結。地中海南岸嘅制海、制空條件亦隨之改變，
盟軍取得向意大利本土推進嘅直接跳板。7月10號，盟軍喺西西里島南部海岸登陸，軸心軍喺島上有大量人員傷亡或被俘，但亦有相當數量嘅德意部隊喺盟軍完成合圍之前渡過麥西拿海峽，撤往意大利本土，保留部分戰力。西西里失守，喺1個月內直接衝擊意大利國內政治。墨索里尼喺法西斯大委員會投票中遭到否決，國王隨即解除佢嘅職務，並將佢逮捕。巴多格里奧出任新政府首腦。意大利喺軍事同政治兩個層面同時出現根本性動搖。幾乎係盟軍登陸西西里嘅同一時間，東線亦爆發一場規模空前嘅會戰。7月5號，德軍喺庫爾斯克突出部發起進攻，試圖切斷蘇軍突出部，重奪東線主動權。呢場會戰，雙方合計投入數百萬兵力同數千輛裝甲車輛，規模之大，喺成場戰爭之中相當罕見。蘇軍事先掌握德軍嘅進攻意圖，提前構築多層重心防禦陣地，並部署大量反坦克炮同預備隊，逐層消耗德軍嘅突擊力量。德軍進攻喺數日內被壓制，蘇軍隨即由7月中旬開始轉入反攻，持續向西推進。庫爾斯克之後，德國再未能喺東線發動同等規模嘅戰略進攻。蘇軍獲勝，同樣付出重大代價，但東線戰略主動權自此穩固，轉向蘇方。呢一點同斯大林格勒令德軍失去一個完整集團軍嘅打擊性質並唔相同。庫爾斯克確立嘅係蘇軍此後能夠主導東線攻勢節奏嘅持續優勢。9月初，意大利新政府同盟軍秘密簽署停戰協定，並喺9月8號公開宣佈。德國對此早有準備，停戰公佈當日就迅速出兵，佔領意大利中北部大片地區。數日後，德軍突擊隊救出被軟禁喺山間旅館嘅墨索里尼，隨即喺德國控制區內扶植佢，建立傀儡政權，史稱意大利社會共和國。與此同時，巴多格里奧領導嘅意大利王國政府南遷，10月正式向德國宣戰。自此，意大利經歷5個相互獨立嘅節點，簽署停戰協定，停戰協定公開，德國軍事佔領，墨索里尼獲救並獲扶植建立政權，以及王國政府對德宣戰。意大利軍民亦由此陷入分裂、佔領同持續戰鬥嘅困境。德軍依託亞平寧山地地形，構築一道又一道堅固防線，盟軍向北推進極為緩慢。意大利戰場嘅戰鬥一直延續到戰爭最終結束。11月下旬，中美英三國首腦喺開羅舉行會議。開羅宣言明確表示，日本所竊取嘅中國領土必須歸還中國，包括東北3省、台灣同澎湖列島。呢份宣言係中國以主要同盟國身份參與對日作戰同戰後安排嘅核心文件。當中對領土嘅表述係1945年嘅波茨坦公告中得到直接對應同重申。開羅會議結束後，蘇美英三國首腦隨即喺德黑蘭舉行會談。1943年，盟軍已經喺地中海方向持續作戰，但橫渡英吉利海峽喺西歐正面展開嘅大規模登陸仍然未有實施。德黑蘭會議協調東西兩線嘅戰略配合，確定由盟軍喺西歐實施呢次大規模登陸作戰。同一時間，呢次行動會同蘇軍由東線發起嘅攻勢互相呼應，形成兩面夾擊嘅戰略框架。呢項決定為1944年嘅行動排定優先次序同協同方向。1943年年底，同盟國已經確定下一年嘅兩項大動作：西方盟軍橫渡英吉利海峽，蘇軍由東線發動更大規模攻勢，太平洋上嘅美軍亦將重返菲律賓。1944年6月6號凌晨，盟軍散兵已經喺諾曼第內陸着陸。隨後幾個鐘，美國、英國、加拿大、自由法國以及波蘭、挪威等同盟國軍隊喺龐大海空力量掩護之下，向5處海灘展開登陸。艦隊規模達到數千艘艦船，戰機持續喺海灘上空壓制德軍炮兵同增援路線。登陸首日，各處灘頭嘅戰況差異懸殊。奧馬克海灘傷亡極重，猶他海灘同英加兩處海灘嘅陣地相對穩固。入夜之前，5處陣地都得以守住，
但仍然未連成完整防線。之後幾個星期，雙方喺諾曼第內陸嘅樹籬地帶陷入消耗式爭奪。德軍利用密集嘅樹籬同村鎮防禦，拖慢盟軍向內陸擴張。盟軍推進速度遠低過預期。7月下旬，盟軍喺科唐坦半島南部發動集中突破，裝甲部隊迅速向內陸推進。德軍側翼暴露，大批兵力喺法萊斯口袋被圍殲。西線防線瓦解之後，德軍向東撤退嘅速度已經快到來不及重新組織防線。8月，巴黎嘅法國抵抗力量率先喺城內發動起義，自由法國部隊隨即挺進市區，盟軍之後跟進。駐守巴黎嘅德軍守備部隊未能完成徹底破壞城市嘅命令，就宣告投降。西歐陸上戰線重新形成，德軍向本土方向撤退。就喺諾曼第登陸之後唔夠3個星期，蘇軍喺6月下旬於東線發動巴格拉季昂行動。呢場攻勢針對嘅係駐守白俄羅斯嘅德國中央集團軍群。蘇軍喺多處同時突破，德軍防線喺幾日之內全面崩潰，大批德軍部隊遭到合圍。中央集團軍群作為建制單位，實際上已經被摧毀。蘇軍隨即向波蘭方向挺進，逼近華沙近郊。東西兩線幾乎同步發力，德國被迫同時從2個方向抽調預備隊，兩條戰線都無力發動有效反攻，只能沿住不斷收縮嘅戰線持續後退。蘇軍推進帶動東歐政治格局出現連鎖變化，但各國走向並唔相同。羅馬尼亞喺1944年8月發生政權轉向，隨即對德國宣戰。德國喺東南歐嘅戰略側翼由此打開缺口。保加利亞之後亦改變陣營，轉向同盟國合作。呢2個轉變令德國駐紮喺巴爾幹嘅兵力陷入孤立。匈牙利就唔同，當地戰局持續拉鋸到1945年初，德軍為咗保住布達佩斯，展開長達幾個月嘅城市攻防。喺南斯拉夫境內，鐵托領導嘅游擊力量經過多年作戰，已經控制大片農村地區，並同蘇軍協同完成對貝爾格萊德嘅進攻。華沙起義喺1944年8月爆發，波蘭地下軍試圖喺蘇軍抵達之前自行解放首都，但蘇軍推進喺華沙以東停滯，起義歷經2個月之後喺德軍鎮壓之下失敗，城市亦遭到大規模破壞。捷克斯洛伐克嘅全面解放就一直延續到1945年春天。呢啲戰局說明東歐並唔係靠單一攻勢一次過完成解放，各國嘅政治同軍事走向受到地理、時機同內部力量格局共同左右。同一時期，1944年中國戰場嘅形勢急劇惡化，日軍發動代號1號作戰嘅大規模攻勢，目標係打通由華北去到中南半島嘅大陸交通線，同時壓制盟軍設喺中國內陸嘅空軍基地。日軍沿住鐵路線縱貫華中、華南，攻佔多處城市同機場。中國軍隊喺正面戰場遭受嚴重損失，部分防線大幅後退。但中國嘅抵抗並冇就此瓦解，戰線喺西南方向穩住。與此同時，喺緬北同滇西，中國遠征軍同由美軍顧問指導嘅部隊持續向日軍施壓，逐步打通陸路補給通道，為之後恢復端面公路運輸創造條件。10月，美軍喺菲律賓中部嘅萊特島登陸，日本海軍隨即集中殘餘主力，分3路發動反擊，意圖切斷登陸部隊嘅海上補給線，並尋求同盟軍艦隊決戰。萊特灣海戰因此演變成戰場高度分散嘅多處交戰，戰鬥先後喺蘇里高海峽、石布沿海同薩馬島附近海域爆發。日本艦隊喺多個方向都遭受嚴重打擊，其中一支強大嘅戰列艦編隊喺蘇里高海峽被盟軍截擊，另一支主力編隊就喺薩馬島海域同護衛艦隊意外相遇之後選擇撤退。呢場海戰之後，日本聯合艦隊已經無法再集結同等規模嘅水面力量，發動協調一致嘅戰略行動。太平洋戰場嘅制海權進一步向盟軍傾斜，向菲律賓同日本本土外圍推進嘅海上通道亦得以穩固。到1944年年底，德國喺東線持續失去東南歐盟友，
喺西線亦已經退到本土邊境附近，兩個方向都不斷消耗僅存嘅預備隊。日本就喺菲律賓方向失去艦隊決戰能力，無法再靠海上反擊阻止盟軍下一步推進。到1945年，問題已經唔再係邊一方繼續擴張，而係兩場戰爭將會按照乜嘢次序，以乜嘢方式結束。1945年3月，西線盟軍喺多處強渡萊茵河，進入德國腹地。與此同時，蘇軍已經喺奧德河一線完成集結，準備向柏林發起最後攻勢。到咗呢個時候，德國喺東西兩線都無力組織有效嘅戰略反擊，只能動用殘餘兵力喺不斷收縮嘅防線上逐次抵抗。盟軍渡過萊茵河之後，德軍喺西線嘅戰略中心幾乎耗盡，補充後備兵員同裝甲力量亦已經無從談起。4月初，蘇軍由奧德河方向發起大規模進攻，突破德軍外圍防線之後，蘇軍兵分多路向柏林推進。4月25號，美蘇軍隊喺易北河畔托爾高附近會師，雙方握手相迎。德國領土就此由中間被切斷，東西兩線嘅德軍亦無法再協調行動。蘇軍隨即向柏林市區推進，同守軍展開逐街逐流嘅巷戰。柏林設有多層外圍防線同市區防禦陣地，守軍由正規部隊、黨衛軍同臨時指召嘅民兵混合組成，當中包括大量老人同少年。抵抗喺廢墟之中持續到月底。4月30號，希特拉喺總理府地下嘅掩體內自殺，納粹政權隨之失去核心，殘餘指揮系統亦喺數日內瓦解。5月7號，德國代表喺法國蘭斯嘅盟軍最高司令部簽署無條件投降文件，應蘇聯要求，5月8號又喺柏林卡爾斯霍斯特舉行第二次正式簽署文件，喺當日午夜前後生效。歐洲戰爭正式結束。歐洲戰事結束之際，亞洲同太平洋戰場嘅戰事仍然持續推進。美軍已經控制沖繩，逼近日本本土，並向日本各主要城市展開大規模常規轟炸。海上封鎖持續收緊，日本嘅工業原料同糧食補給受到嚴重壓縮。喺中國戰場，中國軍隊喺多條戰線加緊向日軍反攻，試圖收復雙桂走廊等失地。緬甸盟軍已經喺1945年初打通滇緬公路，東南亞各地嘅抗日力量亦持續推進。1945年7月16號，美國喺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完成首次核武器試驗，確認裝置爆炸成功。7月26號，中國、美國同英國聯合發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公告重申開羅宣言中有關日本歸還所佔中國領土、朝鮮獨立等條件，並明確警告拒絕投降將導致日本迅速而徹底嘅毀滅。日本政府內部對接受與否爭議激烈，軍部強硬派主張拒絕，並繼續準備本土決戰。內閣並冇公開作出明確接受嘅答覆。8月6號，美國喺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爆炸瞬間摧毀市中心大片區域，大量平民當場罹難，更多人喺隨後幾個星期內陸續死於燒傷同輻射傷害。8月8號，蘇聯正式向日本宣戰，履行雅爾塔會議嘅承諾。8月9號，蘇軍以8萬級兵力向日本關東軍發起全面進攻，主力迅速突入中國東北，另有部隊向朝鮮北部推進。喺蘇軍機械化部隊快速穿插之下，關東軍防線喺數日內趨於崩潰。中國抗日力量同步展開全面反攻，各戰區加緊向日戰區推進。同一日，美國喺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再度造成大規模平民傷亡同城市破壞。到1945年底，已有估計指廣島同長崎兩地死亡人數合計超過20萬。數字亦會因為統計截止日期同口徑不同而有所變化。日本投降係多重壓力一齊作用下嘅結果，兩次原子彈轟炸、蘇聯大規模參戰、持續嘅海上封鎖同常規轟炸、各條戰線上嘅軍事敗退，以及日本政府內部圍繞係咪接受投降條件而出現嘅激烈爭議。喺連續衝擊之下，日本最高戰爭指導會議陷入僵局。
最終由裕仁天皇喺御前會議上親自表態，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號，裕仁透過廣播宣布終戰。呢次係絕大多數日本民眾第一次聽到天皇開口講話，廣播覆蓋全國，前線士兵同後方平民同時得知戰爭已經結束。此後，各戰區嘅日本守軍陸續停止抵抗，但正式嘅法律文件仍然未簽署。9月2號朝早，日本政府同日本大本營代表登上停泊喺東京灣嘅美國軍艦密蘇里號，喺甲板上正式簽署投降文件。中國、美國、英國、蘇聯同其他同盟國代表在場見證。呢次簽署喺法律上確認軸心國全面失敗，宣告同盟國取得最終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結束。